上次教咗大家起稿，今次返嚟一齊油顏色咯喎。咁我哋攞啲木顏色啊，首先油咗個塊面嘅肉色先，跟住用個紅色油個鼻哥啊。由之前輕輕嚟畫個格仔先啦，兩邊面珠燈用個橙色嚟油啊，一樣留返個格仔喎。油完塊面，跟住攞支黃色，由個拳頭仔開始油起啊。其他黃色嘅地方，我哋都可以油咗佢先。油紅色嗰陣時都要小心啲，因為紅色呢都比較深色，好容易呢將頭先嘅地方整污糟㗎喎。而家返轉頭油返隻眼睛啦，我會攞個深啡色嚟油。深啡色可以畫埋其他地方嘅邊線㗎喇。深啡色仲可以油埋條披肩添。其他地方嘅邊線都畫起之後，可以將個披肩油晒佢啦。最後攞支黑色細力加強啲披肩深色嘅地方啦。麵包超人我哋就油好咯喎，加返一啲你鍾意嘅背景啊，咁下次先至再畫其他嘅畫咯喎，拜拜。